台湾布袋戏的大师李天禄的法国徒弟班林鲁最近出版一本册，记录讲伊是安怎成做台湾布袋戏的红仔师。伊20岁来台湾拜李天禄老师做师傅，今年伊嘛已经70岁了。伊讲伊真感谢李天禄老师的开放甲自由，可以用台湾布袋戏来讲出西方的故事，行出家己的路。Je suis allé le voir et puis je lui ai dit voilà, je voudrais apprendre les marionnettes. Alors il m'a regardé de façon un peu bizarre parce que. 来自法国的班林鲁讲出50年前来到台湾向李天禄老师学布袋戏的过程。伊讲伊真感谢李天禄老师是一个开放有想法的师傅。当初就是老师甲伊迷惑起，伊才开始将西方的故事结合台湾的布袋戏。50年过后，如今伊嘛出一本新册来记录伊对李天禄老师学布袋戏的过程。他突然发脾气了。我说老师，你为什么发脾气了？你们法国肯定有肯定有故事可以讲。我说当然有很多故事可以讲了。那你不要继续演台湾布袋戏，你要做你自己的创作。那这个我要是。现场嘛有侪名人来到现场替班林鲁的新册徛台，有来自荷兰的戏红仔博士罗宾，嘛有介伫各种场合用布袋戏开场的金主法国大使李庆良，这寡人士拢甲班林鲁同款，拍拼将台湾的布袋戏宣传到国外，用台湾的布袋戏来做外交。我太太跟我讲过啊，在巴黎的时候，她说你后面会当卖演布袋戏咯，我讲是安怎？啊，你著把两只手在那比来比去。我嘛会晓，哦，你嘛会晓，安尼好。后边以后若要演讲开场活动啊，啥，你去演法语发音。台湾人真的太不一样，所以我去以后到台湾以后，我也做布袋戏。班林鲁嘛讲，伊真思念伊甲李天禄老师搬亚台戏的点点滴滴。这本册名《我一个法国人就安尼成为台湾布袋戏红仔师》，简单的一句话嘛点出因师仔师傅之间的感情。记者陈阿选林秀凯台北报道。